喺登機之前，請大家都揾一位舒服嘅位置先坐好。登機嘅時候一到，我哋就會通知大家。聖誕歌係幾好㗎，嘅慶祝耶穌生日，全世界都歌頌佢。
我啲同事仲喺度開緊工㗎。我知道呢個係好大工程嚟嘅，不過我都請咗假，今晚一定要翻嚟同你哋過聖誕節。乖女，係個保安個問題嘅大啲嘅啫。你知啦，我人工膝頭哥一經過保安系統，個警鐘就砰聲都響晒啦，所有嘅警衛咪走晒過嚟，以為我身為嗰啲 AK47啊！喂，細佬，機場真係離晒大譜啊！一支礦泉水賣幾多錢啊？20蚊喎，係咪黐線㗎？你嗰邊賣幾多錢啊？哇，都係咁貴，一樣係搶錢喎。乖女，搞掂咗啦，係個保安個麻煩啲嘅啫。如果你爹哋仲喺度嘅話，我諗佢一定會大鬧機場啊！老婆，航班6點半到啊，你嚟唔嚟接我啊？我今晚應該趕得切同你同埋阿女去教會參加嗰個子夜彌撒啊！兩個仔有冇打電話翻嚟？哦，對唔住啊，老婆，我知我好少時間陪佢哋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港泰航空公司HK117前往北京國際機場